乡亲啊，咱继续看这个嘉义县饼大户，有几内乡镇7点钟累积的雨量超过300毫米，真侪地头拢做大水，大水是灌入去徛街，低调的猪仔食，样样要淹死。嘉义县破厝水淹口徛街厝，规片硬硬的土沙水，互一楼变做收水池，住户拢徛伫咧楼梯边。 道路变做溪仔，民众坐伫咧玻璃拢会伤化，无代志找代志做，伫咧水面上被船呐。哦，这摆安尼算真大呢。哎，早早就几点钟的吼？我未开始就，阮来这当淹咧。破厝市大公路变做水涌入口，有人会车海去，民众个人当用手来杀。 那伫咧新港乡大水淹入到池潮内底，猪仔全部浸水，主人看甲真着急，就惊猪仔会被淹死，所以过来到溪口乡。 眼前变做大海，看袂清楚倒位是道路，倒位是排水沟化。民众抱问讲边仔道大排水沟，毋过落几暝的雨，未符协调，互街条直接变孤岛。 我今现在这水沟帮拢掀起来啊，我头袂离啊。六卡乡毛庄头水淹道路，甚至流入人道，民众真无奈，就惊车吊车赶紧做交通管制。 伫咧水上乡，民众翕到路面水的深度来到脚肚这么深，今日当交雨线前后满撩水行过，气象署统计到透早9点半左右，嘉义县太保累积雨量达到359.5毫米，是全县上最个。过来是六卡乡355毫米左右，破厝市芦草乡含水上乡落雨量嘛伫咧312到323毫米之间，因为 落大雨，互嘉义县真侪所在超过300毫米，困醒各地拢有淹水的灾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